这是前面这位朋友了，叫我去看他家的小狗。喂，好嚟喎！好嚟，用我嚟先嚟㗎。嚟，整啖呢咋？喂，我交身貴，係啖呢咋？不见啊，有一条1万多块钱的，我看叫他抱起来看下啊。啊，小蜜姐了20多块。刚才狗的主人说了，小狗现在估计是20多斤，但是他要卖1万多块钱。大家知道这种是什么小狗吗？为什么卖的这么疯狂呢？真是想不到现在的小狗卖的这么贵，到底能不能买到这个价格呢？欢迎评论区一起交流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